舊約利未記第11章，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：你們曉諭以色列人說，在地上一切走獸中可吃的乃是這些，凡蹄分兩反倒嚼的走獸，你們都可以吃。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駱駝，因為倒嚼不分蹄，就與你們不潔淨；沙番因為倒嚼不分蹄，就與你們不潔淨；兔子因為倒嚼不分蹄，就與你們不潔淨；豬因為蹄分兩反卻不倒嚼，就與你們不潔淨。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，死的你們不可摸，都與你們不潔淨。水中可吃的乃是這些，凡在水裏、海裏、河裏有翅有鱗的都可以吃。凡在海裏、河裏並一切水裏游動的活物，冇翅冇鱗的，你們當以為可憎。這些冇翅冇鱗以為可憎的，你們不可吃它的肉，死的也當以為可憎。凡水裏無翅無鱗的，你們都當以為可憎。雀鳥中你們當以為可憎，不可吃的乃是雕、九頭雕、紅頭雕、鷂鷹、小鷹與其類、烏鴉與其類、鴕鳥、夜鷹、魚鷹、鷹與其類、號鳥、鸕鶿、貓頭鷹、角仔、鵜鶘、禿鵰、鸛、鷺鷥與其類、大雁與蝙蝠，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，你們都當以為可憎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，在地上奔跳的，你們還可以吃。其中有蝗蟲、螞蚱、蟋蟀與其類、蚱蜢與其類，這些你們都可以吃。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，你們當以為可憎。這些都能使你們不潔淨。凡摸了死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；凡拿了死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，並要洗衣服。凡走獸分蹄不成兩反，也不倒嚼的，是與你們不潔淨。凡摸了的就不潔淨。凡四足的走獸用掌行走的，是與你們不潔淨。摸其屍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；拿其屍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，並要洗衣服。這些是與你們不潔淨的。地上爬物與你們不潔淨的，乃是這些：鼬鼠、硼鼠、蜥蜴與其類、壁虎、聾子、守宮、蛇衣、言蜓，這些爬物都是與你們不潔淨的。在他死了以後，凡摸了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。其中死了的，掉在什麼東西上，這東西就不潔淨。無論是木器、衣服、皮子、口袋，不拘是做什麼公用的器皿，需要放在水中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，到晚上才潔淨了。若有死了掉在瓦器裏的，其中不拘有什麼，就不潔淨。你們要把這瓦器打破了，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，沾水的就不潔淨，並且那樣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潔淨。其中已死的，若有一點掉在什麼物件上，那物件就不潔淨。不拘是驢子，是鍋台，就要打碎，都不潔淨，也必與你們不潔淨。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，乃仍是潔淨，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潔淨。若是死的，有一點掉在要種的籽粒上，籽粒仍是潔淨。若水已經曉在籽粒上，那死的有一點掉在上頭，這籽粒就與你們不潔淨。你們可吃的走獸若是死了，有人摸它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；有人吃那死了的走獸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，並要洗衣服。拿了死走獸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，並要洗衣服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，都不可吃。凡用肚子行走的，和用四足行走的，或是有許多足的，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，你們都不可吃，因為是可憎的。你們不可因什麼爬物使自己成為可憎的，也不可因這些使自己不潔淨，以致染了污水。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，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。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，要作你們的神，所以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這是走獸、飛鳥和水中游動的活物，並地上爬物的條例，要把潔淨的和不潔淨的、可吃的與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別出來。